1、2年戲院執得特別犀利啊！一年執10幾間啊！其實嗰啲戲院呢，做啲爛戲呢，其實啲30、40年呢，好多時你入戲院都睇到啲戲，真係都係爛戲嚟喎。佢哋繼續做爛戲都可以生存好耐喎。嗰陣時，香港啲戲院呢，個電影呢，其實有70%呢，好似話70%呢就係美國電影嘅，但係美國啲電影而家啲劇本來去反反覆覆都係嗰啲劇情都有啲睇到悶啦。就算美國啊大電影啊，好似過到香港都唔收得啊，好似咩變形金剛最後幾集好似都話撲直㗎。你有時喺深水埗門口買嗰啲圖多多個老闆啊，拿咗成大扎嗰啲翻版大陸山寨版嗰啲手機盒5嚿水。你5嚿水你成年嘅奧斯卡金像獎電影都睇到嘅，邊個去睇入去已經睇戲啊？其實圖多多個老闆啊，政府要拉 Q 咗佢啊！屌佢打擊香港電影業，同埋嗰啲 YouTube 成日叫人去嗰啲翻大陸羅湖區嗰個咩電子城買電影盜版，買嗰啲手機，買電影翻版嗰啲手機入邊裝咗電影嗰啲，叫人去買嗰啲都要拉啊！嗰啲 YouTube 嗰啲契弟，平時睇戲都好小心啊！次次睇親戲都再聽下網台咩大把戲講邊套戲邊套去好睇但係次次頂佢個肺，次次都中伏嘅。咁你啲戲次次中伏，你又唔想去睇啊？而且而家就算美國啲電影明星當紅嗰班你噏唔出佢啲戲名喎，真係。好似第一代嗰個蜘蛛俠嗰個蜘蛛仔做足10-20年啦，但係真係噏唔出佢叫咩名喎。第一代蜘蛛俠、第二代蜘蛛俠、第三代蜘蛛俠嗰啲人，個主角個男主角個名都唔知叫乜名。美國隊長嗰班你真係話嗰啲叫做當紅，你都唔知佢叫咩名啊！真係。狼人你叫咗狼人佢個全名英文名我唔知，唔係中文名我唔知叫乜名啊！真係，即係咪冇咗報紙？以前啲報紙呢就好興有介紹啲戲名㗎嘛，跟住電影版有啲戲名，跟住睇到個名記得。串流平台嗰啲邊度打擊到電影業啊？串流平台即係咪係以前嗰啲 DVD 租嗰啲 DVD錄影帶嗰啲啫嘛？串流平台都係隔幾個月後3-4個月後3-4個月先有嗰啲電影上啫嘛。串流平台打擊唔到電影業。香港政府快啲拉晒嗰啲專做盜版賣盜版電話嗰啲盜版有電影㗎，拉佢班仆街啊！